自滿同行，亦都順利。進入集手錶之星第8場賽事4班1200米嘅短途賽，立即展開角逐準備。大熱係2，會當凌。好啦，起步嘅時候呢，有馬冇出閘喎，就係佢超越夢想。哎呀，騎師跌咗落嚟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啲一馬呢，見到包裝天王啦，賢者威風係守住喺個第2位嗰度嘅。第3位嘅馬中間有會當凌啦，外面開翻上咪叫做龍奧玲羅啊，入邊守住第5位都走翻上去啦，金風萬里啊！再入邊嗰啲馬呢，咪見到有呢隻嘅順城之星啦，咁拍住佢嘅馬仲有呢隻自滿同行啊，咁啊再守住第8位啦，咁啊見到呢仲有呢隻時時感恩啦，拍住外邊位置就有呢隻嘅美好夢想啦，後面嗰4隻馬啦，龍之珠尾4啦，尾3位置陸小鳳，尾2位置安都暫時殿後嘅馬匹就係嗰啲手錶之星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差唔多係直路咯，前面賢者威風首先入嚟啊，守住第2位就係呢一隻嘅包裝天王啦。咁啊見到響中咁啊呢場賽事應該都要停噶啦。咁啊因為呢就喺一起步嗰陣呢，嗰隻超越夢想呢係冇出閘而係向後面走噶。好似係啊，咁所以咧，為咗安全起見呢，咁啊呢場賽事呢，導致響咗中嘅原因就代表賽事無效咯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金風萬里雖然出咗頭先，但係都係無效噶啦。會當凌咁啊贏出呢場賽事啦。咁但係周俊樂今場係食咗閘啊，因為呢場賽事呢，已經係無效噶啦，因為都響咗鐘噶啦。